今仔继续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。伫那立北三卡都的状况下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支持率是冲到36.2%排第一。顶个月支持度本地是排第一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这个月是7.6%，剩24.8%排第二。也就是讲，赖清德已经超车侯友宜11.4%。外界来分析，侯友宜的民调去互逆转，甲伊一直无表态要选总统有真大关系。心情真轻松，甲大家小借问，什么市长侯友宜参加市政活动，媒体同款拢伫咧讲2024。今日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，伫咧那礼拜三卡队情形之下，侯友宜2月支持率32.4%，领先主要对手赖清德4.7%，到3月支持率刷大力7.6%，扣赖清德6月起。民调像福音一样，上上下下都值得参考。搁一摆讲参考就好，本正传出侯友宜会伫咧6月市政总结顺刷来买回老炮的这期，不过民调直透6，搁拖落去，可能互选情更加不利。以民为天，面对所有的大小事，全力以赴。听讲侯友宜4月开始慢慢将议题和行程扩散到新北市之外，嘛计划和北北基桃县市首长签合作，外界拢解说做事，提早准备为总统选举拍团体战。主要是为我们整个4个城市的市政建设，大家齐步同心齐力。那样进前是南投补选失败，随来选举会之乱，总统民调搁大落，恐惊嘛影响到侯友宜布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